塔羅故事，大家好，我係鍾陳。今日會講乜嘢呢？今日咧就想講下慘白河圈。慘白咧就9月30號上庭，都話噶啦，慘白咧佢上咗庭咧，一定會恃老賣老，一定會賣慘，佢唔會細空夾狼，因為佢唔似河馬。河馬如果上庭咧，就梗係中意同人哋拗噶嘛，因為河馬好口才啊嘛。但係河圈咧，佢自己知自己事，而且咧呢條友仔咧非常蠱惑嘅，佢識引玉菠蘿蜜噶嘛。我慘白咧上庭咧就今期醒去賣慘，佢第一就認罪，認咗咧係有噴殺蟲水，因為激得好嬲，所以咧就一時忍唔到氣，所以咧係有噴殺蟲水嘅，佢有認，佢冇狡辯。另外咧佢就話咧自己咧已經同河馬分咗手啦，同河馬離咗婚啦，而家咧就好慘咯，要住老人院咯，而且咧啲仔女最衰，攞晒我啲積蓄，而家咧我身無分文，要攞綜援，而且咧仲要住喺老人院，所以佢想做咩啊？還都知道啦，慘白梗係想求情，想個法官話佢而家年紀大啦，知錯啦，冇晒錢啊，要住老人院啊，唔好判佢坐監啊，千祈唔好坐監，最好咧連社會服務令都唔使做，最好咧念咗佢成80歲人啦，放佢一馬，等佢好好地喺老人院嗰度住埋下半世，安安心心咁養老就最好啦。咁講，到底慘白氹唔氹到個官呢？兩睇啦，因為送佢入監房都係嘥納稅人錢嘅啫。但係如果你話冇事無罪釋放，係咪真係一定嘅呢？咁如果真係一定，咁個官都要玩一玩佢噶嘛。所以琴日就冇落定案，話要聽埋感化官嘅陳詞先算喎。到底慘白使唔使踎監呢？咁個裁判官又幾幽默喎，話我唔話你知住，我要聽咗感化報告先，10月21號啦，再判刑，再睇下到時點算。而家唔話你知住，10月21號再講。呢個世界真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所有事情都有因果，都有宿命，都有定數嘅。舊年年頭嘅時候，河馬借啲意搭上咗慘白，跟住青田村嘅街坊都苦口婆心叫慘白醒定啊，唔好中呢個女騙子嘅當啊。但係慘白呢條衰公又衰格啊，唔信邪啊，成日個心就諗住自己有得食唔好嘥，有女人送上門梗係要貪啦。呢個女人貪得佢啲乜啫？最多咪貪佢啲錢，咁佢將啲錢俾晒啲仔女跟住自己咧光棍一條，係咁嘢送啲禮物俾河馬，咁又呃到個女人啦，幾好啊！所以唔使驚，但係呢個世界咧就真係奸有奸輸，立心不良就一定會有報應噶。慘白當日咧就恃住自己有450萬，但其實有暗盤咧俾個女拎走咗嘅喎，跟住一路就食河馬住河馬，佢細估唔到會有官非呢一日嘅，但事實亦都真係話報應就嚟報應啦。慘白咧就明知河馬係個氹噶啦，但都要中個頭埋去，佢覺得自己應該走得甩，咁結果梗係走唔甩啦。咁到底慘白同河馬呢個故事係一個點樣嘅故事呢？開出嚟第一張牌就係錢幣侍從，慘白當日識到河馬係諗住用少少錢，用個金幣仔啫。咁諗住咧就用個少少錢就可以呃到河馬，同河馬相宿相妻。仲有慘白咧係諗住一條光棍走天涯，佢諗住將啲錢放低咗俾啲仔女，自己一個人帶住少少嘅行當就可以同河馬相宿相妻，俾少少錢河馬，送少少禮物俾河馬，跟住就食河馬住河馬，就好似當年佢佢老婆何老太一樣，諗住可以食硬河馬嘅。好啦，而繼續發展落去個愛情故事就係官府相見啦。首先就係呢一單新鮮滾熱辣嘅
顯伯自己為咗英雄救美，護住河馬呢個老婆賢妻，所以咧就走去噴殺蟲水，結果咪有官非咯。而結果河馬亦都同顯伯一齊大打出手，正式打到咧就係生死未卜嗰隻雙嘅。好啦，問顯伯有冇後悔？嗱，如果用用第四張牌呢張權杖六嚟睇呢，顯伯都覺得好過癮嘅喎，覺得係一個過渡嚟嘅啫噃，都係一個經歷嚟嘅喎。如果你問顯伯驚唔驚得返自己一個，顯伯唔驚。顯伯將來驚唔驚？其實顯伯都唔係太驚嘅。好啦，而結果，結果係個寒事喎。結果顯伯得一條友啫喎，但顯伯其實應該就係孤獨終老，唔會同仔女和好，唔會再返到仔女嘅屋企。佢手上邊拎住一盞小明燈，嗰盞小明燈係邊個啊？河馬咯。即是話顯伯老年臨死嗰幾年，應該就會去監獄探河馬監，去支援河馬。臨老都仲要去支援河馬，由有錢變冇錢，由有屋企變冇屋企。顯伯落得咁陰公嘅下場，大家覺得呢個係佢自己人生嘅報應，之前做落壞事，所以收到嘅報應，定係佢真係唔好彩中咗迷魂陣，係河馬害到佢咁慘嘅呢？今集咧就揀咗一首禪詩送俾顯伯，希望顯伯得到開解，得到智慧，可以離苦得樂。嗰首禪詩就係愛是刀口蜜，石火電光是幾何，總因愛受折磨。若人識得真假性，罪滅心亡出網羅。禪師嘅大概意思就係要我哋識得分真假。如果嗰個人係對你假心假意嘅話，咁就唔應該再喺個網裏邊度兜兜轉轉，應該當機立斷，離開假情假意嘅人，離開呢一個羅網，得到一個自由，唔好再去沉淪，更加唔好再懵盛盛啦，顯伯。